曾演出《世间情》《甘味人生》等多部本土剧的28岁女星陈子璇，2015年嫁给演员陈建龙，两人育有一子。经常在脸书分享点滴的她，昨天8日竟突然在脸书上大晒裸上半身的性感辣照，露出傲人双峰跨坐在椅子上，罕见大尺度让不少粉丝惊呆。陈子璇昨天突然在脸书上晒出一张疑似为杂志拍摄的性感辣照，照片中她裸上半身，用双手巧妙压住浑圆好乳，下半身仅穿着一件超短牛仔裤，辣度破表，不少网友都看傻了眼。陈子璇表示新年被自己的性感给吓醒，随后又解释朋友实在太会 P 图了，谢谢朋友圆了我拍性感杂志的梦，原来辣照是合成图，吓呆不少网友。陈子璇笑称是合成的啦，你们真可爱，这样就被我骗了。